收看《乡亲同乐飞》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係何君。大家好，我係吳永平。係啦，永平，鄉親同樂飛也好，做下都見我哋全身嘛，只跳不跳？你有沒有一個地方讓你印象深刻的？其實會想到很多一些不堪回首。沒，除咗這個表演之外，還有那個才藝表演。我覺得如果可以，一切再重來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好啦，沒有。不過我剛剛知道，我們六亞跟鄉親同樂飛也是有一段時間了，然後課台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機會跟鼓勵，還有每次來的評審老師啊，對不對？那我知道啦，我們的鄉親同樂飛，按精彩嘅節目，按戰鬥嘅一種形態，做得不安的亮灑哦，到每一個鄉鎮、每一個地區，老鄉親朋友近距離的一個互動，我真的覺得是個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是蒙太家，是蒙太家，所以今天又嚟繼續嚟才藝表演嘅哦。經過一段時間呢，你嘅鄉親同樂飛希望今天好好介紹哦。客家新傳師聽秀峰先生，詞曲創作者傅亞明先生，客家流行歌手陳松先生。係啊，哎呦，夾夾來看。哎呦，精彩的喲，體組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钦定的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送上给你，欢迎，你好，你好，怡璇哈，怡璇，你好，買面龍年，我啲啊，我看到人都看得渣誒，那就代表我哋面容，我哋面容渣拿出嚟就啊面容嚟嘅，哦，真嘅，我哋想剃到推咧。
踢伞头耶，踢伞推嘞。有空可以来我们家坐坐。哎呀，你们家一进去全部都是纸伞，我要坐哪里呀？有，一定给你一个位置。用纸伞做的椅子。哎，对，也不错。刚给明日把呀，个就向不安的向前，送你嘞，送不安的呢，送不呢，走。什么呢？平常时要做的拿起来，做的啦，下雨啊都可以用。做的。可是像现在这个不可以，它应该要那个叫做什么？上桐油，那要上桐油，算防水的油。对，防水的油。对。要不然然后，安尼我拿安尼安尼呢，自在爱做加重。哎，错，无来嘛可以送啊。唔来嘛可以送係咪？今天人推冇用嘅，今天人推啦就跟我哋呢闽南嘅杂吼，拿来做一个收藏品、艺术品，可以提供给像有舞蹈班的啦，有啊，很多对不对？都去你们家买。对，我们现场也有带来很多。是不是？我刚看到一个好小好可爱的哦。对，东东呢？这很可爱。我们这个尺寸很多种。我拿两支吼，系那个。你可以蒙看啊。推表那个客家文化的法布那这个就不能那个哦，拿出去下雨天不能拿出去。这个像是很多客家人跳舞用。哦，跳舞用的啦。对。哇，这个特别了。也可以做灯饰哎。灯饰。打灯。哦，打灯的。哎，打灯的，这个打灯很漂亮。这个很美哎，很有造型哎。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呢，带那么多上个节目带那么多礼物来，真的好让你破费了，哎呀。谁会按讲？哎妈撒！跳一下没？谁会按讲？哎妈撒！不用逼你跳一下，他就送给你，他就送给你。你说这位？对。不要啦，我不好意思。好啦，什么你啦，满满的爱，然后到午时候一天上推嘞，真嘅，冇简单，要好珍惜。主要嘅冇简单，冇简单啊，对呀。自在的推表的那个客家嘛，会传承下去啦，传承。对呀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一定要支持。我们都有去，像观光局都会找我们去那个韩国啊，还是美国都有表演。你们有去上海那个上海世博？对不对？展览。对。啊，用来探看啊，评审欣赏用白因讲，拜托一下哦。真嘅非常嘅欢喜吼，你按后生嘅小阿妹吼，你大概讲德行嘅，你闽南嘅自在嘅店吼，我当初有去访问过唔到哦，可能去访问到妈妈，我记得嗰当时吼，差不多82年嘅时间，唔到我跟我师傅出来讲，嘿，你台湾七家自在吼。一天呢5条线的，也係4條線的，錯冇？今天我做2條加3條天天。太細記啦，太細記。太細記啊！係啊，嗰時候按人講，你台灣7家人數工作嘅，所以人至少有4條線嘅周邊呢，嗰就係你台灣數字。當歡喜看到你哋自在做得到呢個傳統嘅嗰個記憶吼，來保留下來，韓國。加按到嘅創意哦，謝謝。傳統當中呢，結合了他自己新一代的創意。對。夾拍起來，又不一樣的氛圍，毫無違和感，挺好的。好，你帶着這麼多傘來，看那是給你老師能不能讓你提個小禮物回家？哎呦，叫來看哈，3位評審欣賞。哎，老師來。有辦法一致同工哦。老師，請給燈。我刚刚特别看你呢，干嘛会扭哦？老婆呀！美容最会扭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叫來看哈，3位評審欣賞。哎，老師來。有辦法一致同工哦。老師，請給燈。老字號的哦。哎，這個人，哎呦，恭喜恭喜！什麼你啊？希望哈，希望我們的後生人嘛哈。繼續傳承台語。你未來你有下一代的時候，還是下一代的時候，你就是要告訴他們不要忘本。會哦，一定的哈。什麼你來？推表你客家人嘅堅持啦。好，來看下來看海族嘅表演。好，謝謝。
请说可语，爱告你公你好漂亮，谁们很想刚像一声梦呓，有空来玩，有喊来了去，饱了吗？是饱的梦，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穷下来后，最后大家来后客家话。众赏鼓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啥？橄榄昂诶，嘎啦昂哎，嘎啦昂哎，橄榄昂小菊是哪一位小菊。 ？OK，calm down，calm down，小菊你好，可以讲话吗？你会讲法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唔同嘅社區。这个身上所有的造型都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。对，哦，你这个要花多久时间做？我要好几个月。好几个好几个月月哦。哦。那你平常在哪里表演呢？嘿呀，我们在全台湾跟国外都有表演。为什么想要用这个嗯小丑来表演这个舞蹈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，就是在面具的背后，你有很多的开心、难过、跟生气、愤怒、憎恨的情一绪。定都会有。对，但是嗯当我们戴起自己的面具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，带给观众快乐、跟欢笑，还有感动。哦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哎！哎呦，嗯来有请到陈先生哦，来公平一下。今日吼，台本大家行业到爱丽丝梦游仙境地杯，哎，看到伊哋都扶贫一点嘅心痛，嗯，感谢哋台本大家日快乐，多谢。更有那个，大家我是想说，每个人应该看到你们的缺席舞蹈表演之后，应该就只有2个字：感谢。真的，谢谢。有你们真的很好，嗯，谢谢你们来哈。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哦。哈嗨，看3位评审欣赏有办法分那个缺席舞团一支通过吗？老师，请给灯，来的，来2，张，3张。呼呼，奖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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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代表他们开心呐，很开心到开心不能够很开心自我了，这样子啦哎呀，好不好哎呀？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哦。哎挂在空中，迷蒙的电视机，多姿多彩，多情多义多笑容。波澜流翻翻起起，天数闹洋洋。这个客家世界相邻的地方，等你来了做英雄。阿公啊，爱眼泪，俺们出来唱山歌。一起唱出客家的滋味，年代的客家人，世界的客家人，有丰富有精彩的客家文化哟。
一转用咧，你一转就唔会点来没？啊没有，要不先转。我刚刚特别看你呢，我等了会扭哦。破啊！迷农身体没有那么灵活了。不会了，美农最会扭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也蛮会，最会扭的就会你，知道吗？你跳到有真的冇？有唱破的冇？跳到几准係啦，唔是酸嘅，唔是酸我做濕嘛會跳，係咪？冇一個拍子一聽到，嘿，大家都對着拍子來跳了。啊，冇有一個人冇對着拍子，他的動作就會不一樣，不協調，就不協調了。那會怎麼樣？會不會受處罰嗎？就是一個晚上不能吃飯，一天按不條中的吃飯。他自己會反省。你這樣子會讓他難過很久呢。馬虎的，因為剛好老師轉，我就故意慢一點轉，因為我已經出去了，我就慢慢的。哦。我轉出去已經覺得不對了，我就慢慢的。跳動啊，體能呀一團那舞蹈當中哦，我看到的感動，還有你們的活力，你們的健康，你們的美濃，感通啊！對，你哋講一個團隊怎麼合作？團隊合作的精神真的是，人哋成立得差唔多有1舊咧。我那個舞蹈班咯，代言差不多我4、5年咧。4、5年，平常時攏提來練習哈。在同鄉會的會館，同鄉會的會館，大禮拜你有攏去嗎？一禮拜2次。一禮拜要跳2次哦。對。哎呦，跳到係哦。腳軟軟。拜1拜4。一定要用的哦。一定要。啊就。較像醫療哦。啊就大家像姐妹一樣的感情啦。好了，請你嘅副先生。我們的美農婦。冇簡單哦，真是台上3分鐘哦，台下10年功哦，尤其各位阿姐嘅身材身段哦，安樣哦，還有對後嘅真是有型，啊對後嘅抱嘅堅持吼，我感覺也係一個舞蹈者，也算一個表演者一個堅持吼，所以應該講上有後嘅合唱團，有後嘅舞蹈班，啊我哋咧。有我哋一講山嘅歌聲來唱菜地嘅歌聲，啊有我哋咧有舞蹈咧來表演我哋菜地嘅，用菜地嘅歌咧啊配合我哋菜地嘅，我哋咧有舞蹈咧，以後變成一個菜地嘅歌劇團，感謝你哋。仲唱嗰啲麼？不欣賞啊？因為欣賞間講就是9分嘅，就是9分嘅，哦，一查到1分就會誒。拍子的問題而已。查到1分哈，你用啥嘅問題？就查到1分啊，你用啥冇行出來哈？你就一直算，就會加分，加到100分。你用啥聽做？呢出有問題，我們農人呢，我行出了理所當然的事情。很上來誒。哎，而且我還是穿藍色的呢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講，我美農人今天來很多人。愛嘅。金色夢太高了，讓他聽從。美農人，哎呦，掌聲鼓勵一下啦！哎呦，我哋呢個舞蹈班吼，支持鼓勵，懂好。緊張的。嘿，還看分數嗎？哎喏，哎呦，很多看哦，看你3位評審先生吼，有辦法一致通過冇？好，請給燈。3個人。1公3，歡呼聲！好可愛哦！你相信同樂會就係同樂快樂就好了哈。係的，哎呦，按快樂嘅時間，按精彩嘅節目，按你就過嘅哦，笑一下就冇嘅呢。聽安尼美濃夜話當中，佢先安尼節目結束一下咧。哦，真感謝大家哈。好，感謝3位評審先生，還有今日嘅表演者，還有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嘅收看哦。還有觀眾朋友，禮拜日下晝條5點半，請準時收看。鄉親同樂會，大家來相會。哦。